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蔡欣怡。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大同公司在21日召开股东临时会议，全面改选9席董事。结果出炉后，发现公司派占2席，市场派占了7席，市场派大胜，让大同的经营权变天。不过呢，仍然有小股东在会上质疑市场派的中资疑虑。对此呢，新同负责人林宏信回应，主管机关已经回函法院，应该能厘清大家的疑问。而另外呢，市场派的大股东王光祥也在会后受访表示，预计下周将召开董事会推选林魂渊担任董座。当选身份董事副号853477，进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光祥，当选权数14.3758万8859权。也就是全面改选董事跟独立董事，所以今天我只能进行这一个议案。那如果有股东想要发言的，请让我把这个议案完成之后，我会安排时间，来让各位想要发言的股东来发言。我已经提了发言条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有什么好小气的？主席你讲啊，先投完票再给发言。主席为什么有这个权利？董事进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光祥，董事进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文渊，董事新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宏信，董事进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叶小珍，董事进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郭天辉，董事台北市私立大同高级中学财团法人台北市私立大同高级中学代表人林国文燕，独立董事王金南，独立董事李胜琛，独立董事龚中荣，恭喜以上当选人。从106年以来，大同的董事会一直有违法的争议，这次主管机关做出有作为的决定，司法机关也做出合乎法治的裁判，大同公司终于产生一个可以合法运作的董事会，这是所有股东因期待、齐心努力的结果。今天大同股东投票的权数超过92.34%，显示股东们都十分的关心大同的未来。本人作为大同的股东一份子，衷心的希望股东用选票选出自己支持的董事和独立董事，引进监督的力量。所有的股东就是不要分彼此，齐心协力创造大同下一个100年的光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林郭董事长用很平和的心来支持今天的临时股东会。当然，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即将开一个董事会来选出我们已经决定就是请林文渊先生来当董事长的。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又出现了确诊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1日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今日接获日本官方透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对口单位的通知，该国检测出3例新冠肺炎阳性个案，分别是未足岁的男婴、30多岁的女性以及1岁男童，而且都是本国籍。而国内呢，也连续多天新增境外移入的确诊案例。来看记者会现场。大概就国内有新增1位境外移入COVID-19的案例哈。
那为印尼籍的学生来台就学，也是居家检疫完毕之后被被检查出来说是 COVID-19 的阳性。那他入境的时候是没有疑似的症状，且减负了3日内检验抗体阴性的报告，然后就入住到防疫旅馆。那居家检疫期间回复都没有疑似的症状。那于10月8号至10月9日，但是后来呢，他没有回报，但是后来了解的时候，个案曾于10月8日、10月9日出现咳嗽、喉咙痛等症状，10月10日后症状缓解。那个案于10月20日居家检疫期满，由校方安排装车至医院自费采检，并于今日确诊，目前住院隔离中。那其余5名一同入境之印尼同学检验结果均为阴性。我们掌握了这个接触者15人，包括防疫计程车1人，防疫旅馆工作人员3人，校方接待人员5人及专车司机1人，均有适当的防护，列为自主健康管理。那5名一同入境的印尼籍学生，因其中2人与个案之医院采检均在同寝室等待检验的结果，且接触时未佩戴口罩，这2名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另外3人列入自主健康管理。从台湾出境到日本，那入境的时候采检为阳性的，那这3名里面他都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未足岁的男婴，那第2位是30多岁的女性，那1位是1岁的男童。都是非常小的小孩那这位未足岁的男童他男婴那父母长期在日本工作，那今年1月随同父母一同返国，那因为父母预计再次前往日本工作，所以在10月10号的时候在国内自费采检，结果是阴性。那个案于10月12日入境日本，那到现在为止没有症状。但是在机场采检鼻咽样本因检出抗原阳性，所以收治入院。那父母呢都没有症状，而且检查也都是阴性。然后案230多岁的女性，预计要前往日本工作，所以于10月12日在国内自费采检核酸结果为阴性。那个案10月14日出境至日本。那在日本机场，也是进行一个抗原检测的结果是阳性。那个案从离台到现在都没有症状，那在日本的防疫旅馆隔离中。那10月20日，他进行 PCR 的检验，那结果是阴性。那案3呢，是因为父母长期居住在日本，那个案今年1月与母亲一同返台，那父亲是2月回来。那在台期间9月28日曾出现有发烧、呼吸道的症状就医，那10月5日症状缓解，10月14日与父母前往日本，那在入境的时候采检也是抗原的阳性，收治入院。那父母呢也都没有症状，那检验的结果是阴性。那这3人在台接触者155人，因采检147人，其中114人仅采验我们的 PCR， 结果都是阴性。那其余33人采验 PCR 跟血清抗体，那也都是阴性。那这2个不管是从境外移入的，或是我们出境到国外验出来，其实还是在我刚才在强调，就是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检验的局限性了那很多的检验它还是阴阴阳阳这样在走，所以还是再度的强调要把口罩戴好，才是真正的自保之道。而在21日，国泰航空也正式宣布即将裁员8500个职位，并且呢，旗下的港龙航空即日起正式停运。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国泰航空集团将进行大规模裁员，未来数周将陆续裁减约5300名驻港员工，另外呢，600名非驻港员工也可能受到影响。而国泰航空集团指出，目前已经通过重组计划，希望可以让集团在2021年每月减少约5亿元港
港币的现金支出。之后呢，也会寻求监管机构批准，希望港龙大部分航线转由公司及旗下附属公司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营运。对于港龙航空的停运对台湾的影响，民航局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泰港龙航空在台港线部分几乎已经没有飞，影响应该不大。而第一次主演电影就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入围本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陈浩森，是他第3度在剧中饰演同志。而谈到在试镜时候是否知道会有大尺度演出时，他表示呢，面试的时候并没有提及，不过导演有先问他尺度可以到哪里。他说自己并不想给自己限制，也相信剧组会给他一个安全的表演空间。那时候没有跟我讲到说会有这样的尺度，但是那时候他有问过说我的尺度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子。就我觉得重点是角色，就是这个角色真的到了那个时候，然后会发生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要看角色跟看剧本到那个当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很顺其自然。就是我自己是那时候是跟徐导还有刘导说。我觉得我没有给自己一个限制，我不想要给自己一个规范，但是我觉得很信任，就是我相信剧组会给我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很安全的表演空间这样子。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别扭啦，在澎湖的时候，不管站起来动作或跑步的动作，都好像有点碍手碍脚。可是那时候摄影师姚哥他就跟我说，其实你越碍手碍脚，越容易拍到一些，就越容易走光啦，这样子的意思。他说反而是你真的就是正常，因为他们可能去想过说镜位怎么拍啊，或是怎么移动，他那个动线他可能都是想过说就是最正常的样子是怎么样比较漂亮这样子，所以后来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那我好像就放胆去做看这件事。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蛮享受在那个当下的。你知道，因为那天拍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很像无人岛的地方，然后真的除了摄影师、导演之外，真的剩下我跟静华，所有其他工作人员都清场了。所以那个空间，其实我们两个都蛮享受当下，都蛮放得开的。我觉得可能动作上放不开，是因为那个沙子真的踩得很痛。目的就是从来没有的经验，然后又是在那么慎重的一个场合去做这件性启蒙这件事情嘛，其实就有点会心里会觉得说会不会不尊重，或者会不会打扰到什么这样子。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导演跟监制的一些年轻的回忆，然后去拼凑的一个故事嘛，所以他们真的有发生过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想要去重现、去完整当时他们年轻做过的事。那当然前面我们请师傅来拜拜啊什么，那些其实都还有做，所以而且那个场景就是虽然很可怕，但是大家都在。所以你会觉得说，其实没有很孤单，就我觉得都没有多想，就是那个当下，因为更是跟那个陈怡瑞就是有身体触碰的戏嘛，所以比较多 focus 在我该怎么去触碰他，才会让他感到舒服，或是他该怎么去引导我做这些事情这样子。他那时候只有告诉我说，我有护着哪里，那你就是可以碰哪里这样子。那我跟他说，其实那一场就是启蒙嘛，那他带着我去触碰的时候，我会放松，让他去放该放的位置，这样子。这个角色的心理层面还有内心的情绪需要很饱满，就是他的内心故事其实大过于他外在要跟谁拍情欲戏，或是跟谁要有亲密动作。所以当你的内心很饱满的时候，你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举动这样子。我们在开拍前的时候，有一堂表演课是有专程为了那一场戏去做排练，
跟去做沟通的，对，因为当然我跟静华都是第一次演这种戏嘛，对，所以那时候沟通的时候，就是有很明白的去讲到说我们会应该要怎么样，就动线应该是怎么样啦，对，所以其实我们事前的准备做得很足，然后到了那个当下，其实就是整个剧组就是知道说我们那场戏非常重要，而且时间也很紧迫，我们必须共同完成，所以大家都是很安静，然后很让我们有自己的空间去完成那个情绪。所以拍了多久？那场戏我们拍很快，才拍好，我有点忘记实际，但是我记得好像3、4个 take 就过了。对，因为它就是一镜到底。其实那从头到尾最难的不是说身体怎么触碰，而是你的每一个触碰都是有原因的，这都是代表一件事情，包含我抚摸它，然后包含我发现了它有反应，包含了我开始帮它洗澡，就是那不是只是一个就是随便冲一冲什么干嘛，就是我一开始进去为什么要帮他认真的洗头，就是我还这样子搓嘛，然后还真的认真帮他洗他的手，但是因为我从进去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就是想帮你洗，我只是想帮你服务，就帮你洗澡这件事，但是后来我摸到了你有反应之后，我开始转变我的心境，觉得说是不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两个可以坦诚的面对彼此，是不是这是一个坦诚的机会？导演跟监制的帮忙真的很大啦，对啊。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身为一个就是我第一次主演电影嘛，然后能够遇到这样的剧组、这样的导演、这样的监制、摄影、美术啊、音乐什么的，我真的觉得能够遇到这么棒的一个团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艺人王心凌即将于明年1月2日再度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20日呢，她举办记者会为演唱会造势。日前，她与好友杨丞琳合作新歌《女孩们》，对于好友已经结婚成为人妻。今年38岁的她也透露未来也会结婚成家。更罕见的谈及绯闻男友蓝伟文，在那个台下的席位嘛，让你第一眼就看到他。我不确定他会拿到哪一张位置因为他就是在我的亲友100来张的团购其中一张。有一点点微性感哦，很可爱，然后呢又很漂亮。他的歌总是那么的让人心动，有这么多的代表作，很不容易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终于除了听集精选之外，还可以 live 看到王心凌现场的演出，就在1月2号。好，再多换几个 pose 给大家，谢谢心凌。不管是她的笑容、歌声都这么的甜蜜所以过去我们都说，哎呀，甜蜜笑容，现在不要说甜蜜天后。演唱会也会有很性感的时刻。演唱会服装还没底定还没底定。那上一场就很性感了，所以想想看，腿是一定会露的啦。不确定他会不会接受我的邀请。你也知道，其实我们也出道的时日不长，其实真的也不短了。然后发出的这个嘉宾的邀约，我内心居然会有很多丝丝的不确定他会不会答应我的邀约，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男的女的，刚才他们交代我不能透露。然后跟我本身的风格很迥异，是很不一样风格的一个重量级的前辈。最近有因为刚被拍到有吃饭吗？会来吗？应该会吧。好朋友都会来啊，好朋友不来。他最爱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歌，我的朋友应该都蛮会唱的，毕竟他们在 KTV 想要看我跳舞的话，他们就要唱我的歌。所以他也会跳爱新电视。好像不会他就负责唱。其实唱的都是女生。他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这样。就是会，对啊，大部分是这样。他会坐在那个台下的席位嘛，让你第一眼就看到他。我不确定他会拿到哪一张位置因为他就是在我的亲友100来张的团购其中一张，所以我不确定他会在哪一个位置。
新释放器。真的耶，对呀，他弟觉得我好丑哦，他就很可爱。因为陈琳很难骗，所以阿荣肯定就是，如果阿荣，我觉得啦，他就说，你要不要化个妆或是弄个头发？我觉得陈琳一定会察觉，所以我觉得他是不得不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不然他会被察觉。至于我的话，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尽量不要。但你是会容易察觉这种别人的惊喜，还是你比较粗线？我算粗线，我也粗线条哎，但我好像也不好骗，可是我算粗线条哎。但没关系，你就让我察觉吧，至少让我好看啊。艺人炎亚纶挥别待了14年的老东家华研国际，19日呢宣布加盟索尼音乐，并举办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他宣布要推出音乐新火种的计划。而炎亚纶坦言，在历经2018年的感情风波后，有一阵子呢不太敢和他人接触。不过呢，邻居的一句话让他有所改变。火种，新火种，邻居的一句“我支持你”，加把全创作，也期待索尼大家庭能够有很多不同的交流，绽放新的火花，点燃音乐新火种。兴奋，然后我觉得好险自己没有放弃，然后没有停下思考音乐这件事情。然后以前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善待我自己歌手这个身份，然后一直到自己开始创作，我才觉得哦，原来音乐应该是这么的精彩跟丰富。对。是不是骂人的？没有啦，歌词完全没有骂人，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一个人会改变，方式会改变，对，因为我还是一样很关心，还是一样觉得自己有一点想要把我的想法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告诉大家，但是我用以前可能用比较不对的方式，或是比较辛苦的方式，应该这样说，然后现在找到一个自己很舒服，然后又可以很大声讲话的一个方式跟管道。我有去上一个课。对，然后我在自己挖掘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被家人的爱、朋友的爱填满。因为不管是在像18年经历的那件事情，然后一直到近期的这些风风雨雨，我发现我每次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身边超多人，身边有一堆人会默默的陪着，或者是真实的就是关心这样子。所以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扮演什么受害者的角色，对。所以去上的课是心灵成长课，还是说有一些心理咨询的课？都有我真的是不太敢看人的，就是包括我觉得我在对你们的时候也是，就是讲一些讲到一半我就会眼神低下来，不敢太接触这样子。因为我以前是不会有这个困扰的，但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还有看到邻居我也会害怕，我会把自己缩在很角落这样子。电梯的角落，虽然电梯不大，但是我就是站在最角落，然后我也不太敢看镜子，就觉得自己的一句“我支持你”，认识还不认识？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所以一方面你会有很多感觉，就是果然这个新闻很多人知道，然后第二就是他可能有看内容。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